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Ben 啊！今日咧5月10號想同大家講一單新聞啊。星期六嘅我咧，其實都要翻工嘅，就唔似得大家如果係星期六日放假嘅朋友咁幸福啦。咁所以今日咧都係做到好夜，咁之後咧就晏晝做到夜晚之後咧就上我 PT 堂啦 ，physical personal trainer 啦。咁上完之後都攰到一劈泥咁樣啦，已經咁啊！但係我都堅持啦，雖然我唔知我呢個 channel 有冇人即係睇或者點樣嘅，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多啲人可以即係知道我原來將來啦係有睇我 channel， 知道原來我日日喺冇人睇嘅時候都更新嘅。OK 好，咁啊繼續啦，唔講咁多無聊嘢啦。今日全港電影日，喂講真喎，因為我今日係翻工啦嚇，由朝忙到黑，都唔知今日原來全港電影日啊！今日咧就係30蚊一張飛，好似即係睇咩都30蚊喎。不過咧，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大家而家喺2025年嘅5月10號，你究竟知唔知香港有邊幾套電影上緊畫咧？或者如果真係有上畫啦，你會去睇邊一套咧？我哋一齊望望新聞先啦。戲院就銳減，因為咧大家睇咗呢幾年啦，香港因為好多疫情啊，好多即係北上消費啊，消費模式改變啊，甚至娛樂方式改變咗，到咗睇嘅人真係少咗好多。講真嘅。問心嗰句，如果真係有睇我片嘅觀眾，究竟你上一次睇電影入戲院睇幾時？你唔好同我講 Netflix 啊，唔好同我講 YouTube 睇喎。咁係幾時咧？一路讀新聞嘅時候同大家諗一諗，好冇 ？OK， 咁啊，我哋電影發展商會啦，等等唔同嘅機構合辦嘅流行文化節，咁即係當然入邊就包含咗個電影院日啦，即係代表你入去就30蚊張飛，場場爆滿，好似幾好啊，係咪？但係當你每張飛都係30蚊，場場爆滿嘅時候，究竟係真係揾到錢啦，定係真係叫谷一谷個人氣咧？谷完咗人氣之後，咁係咪真係揾翻令到個人氣可以轉換成財氣咧？呢個真係要諗一諗。喂，原來今年嘅電影院係參加得53間喎，咁呢個63間，咁當然有啲係冇做啦，或者冇參與啦。而人數竟然多咗，逼近咧舊年嘅高位係差唔多成20萬人喎，咁啊，梗係非常好啦。但係咪日日都係咁先？一定唔係啦。大家平時咧有睇新聞、睇電影，即係睇關於電影嘅新聞都知啦。香港咧而家係暫時得2套電影拍緊，都幾恐怖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咧？如果而家拍緊2套電影，即係代表可能嚟緊嗰一年係得2套係港產片啊。到時大家就會信，哎呀冇港產片啦，好多片都冇得睇啊，冇晒本地情懷啦。咁究竟呢個情況係邊個造成咧？定係根本係一個潮流嘅趨勢，合拍片先係一個主流咧？咁大家會睇到啦，其實你會見到就係戲院少咗，而家好似好多人睇啦。今日就叫北跌反升啦，差唔多19萬，差唔多20萬啦。但係其實究竟有幾多人真係衝住去熱愛電影呢樣嘢而去睇電影啊？定係諗住今日30蚊張飛咁就去睇啦？係咪平平地？平時要100幾蚊噶嘛？真係嘅。頭先問咗大家個問題，究竟你上一次入電影院係幾時？我諗好多人都噏唔出，我都唔係好噏得出。有啲人咧可能話：喂，香港電影院太貴啦，北上睇當然有啦，但係北上即係或者內地嘅票房咧，其實啊都冇我哋想中諗得咁好噶。咁當然人口基數大，咁當然個票房個數目都係哇哇聲啦，令到你哋。但係冇諗過，其實佢哋都覺得電影呢樣嘢係咪應該會走到式微咧？因為其實大家好多時睇串流電影啦，例如咩 Netflix 啊、Disney Plus 呢啲啦，咁你可能上網睇，咁好簡單，隨時睇都得。甚至到嘅，我 YouTube 睇都得啦。而家啲 YouTube 片 YouTube 掉上去咁啊，免費噶嘛。但係咧喺即係 Netflix 啊、Disney Plus 甚至 YouTube 上面睇電影係咪一個主流咧？我諗都未必。點解啊？你話喂，身邊我 Netflix 嘅朋友好多喎，但係其實可能係你圍內多啫。真係有申請 Netflix 或 Disney Plus 去睇嘅人，其實喺香港嚟講都唔係主流。香港主流咧真係喺 YouTube 睇短片。講真嘅，你喺 IG 睇 Shorts 啊，喺 YouTube 睇 Shorts 啊 ，IG 睇 Reels 唔好意思啊，或者可能你喺嗰啲內地平台睇抖音等等嘅嘢，其實應該佔據咗一日好多時間喎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我 friend 揾我睇電影啦，即係都係近排嘅事。哇喂，不如睇電影啦，好唔好啊？
我話第一個有咩好睇啊？第二個就係我坐唔定2個鐘去睇一套電影喎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而家現代人咧，喐下都要撳一撳下手機先，就算可能明知冇人揾你都好，你都要碌一碌個手機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你話真係而家要專心睇一套電影2個鐘頭咧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㗎，唔容易㗎。同埋你要俾錢喎，大佬你免費都話 OK 啫，係咪？但係你俾完錢仲要咩啊？仲要專心睇2個鐘喎，包保唔得啦，係咪先？人好得意㗎，如果要俾錢做一樣令自己辛苦嘅嘢咧，其實好少人可以堅持到㗎。就等於頭先我講嘅，我去揾我 PT 啦，上 physical trainer 嗰啲做 gym 班啦。好攰好辛苦，你仲要俾錢去賺喎，係咪好反人性啊？電影院都係嘅，你入場睇到電影，但係你會2個鐘頭係叫做好專心、好全程貫注做嗰樣嘢喎。撳手機唔係唔得嘅，但係撳手機會分心，令到你享受唔到電影喎。所以其實咧，而家人咧或者人類啦，我唔敢講人啦嚇，其實應該講人類開始嘅集中力或者專注咧，係冇我哋以前嗰代嘅人咁長啊。點解咧？因為以前咧其實冇咁多短篇嘅電影或者一啲嘅 video 咧，叫做好多時我哋通常咧以前嘅模式就係可能係入電影院睇套戲啦，或者去電視台睇劇咁樣啦。其實起碼咧都要起碼都個零鐘啦，係咪先？係咪啊？但係身邊咧冇咁多手機啊，或者可能冇咁多電子產品去影響住你嘅。所以其實我哋會嗰陣時去不期好專心可以做到一樣嘢，但係由於而家嘅娛樂方式多咗啦，多元化咗，咁人就係咁樣噶啦。當你一多有得選擇嘅時候，人會分心噶嘛，樣樣都想試下噶嘛。試到就係原來咧，我可以咁短嘅時間都獲得到娛樂喎，咁我就即係用短時間啦。邊個咁得閒同你用長時間得到娛樂咧？所以好簡單啫嘛。你話織冷衫啊？你織冷衫或者可能做烹飪啊，或者可能做一啲要好俾心機先獲，即係心機得嚟要長時間先獲得樂趣嘅嘢咧，其實而家已經係少咗人玩噶啦，肯定啦，係咪先？我記得咧以前咧早幾年啦，有啲人咧好興咧喺報紙入邊玩掃毒嘅，但係我諗而家新一代嘅年輕人啦，唔係好多人玩掃毒啦，但係啲人話玩掃毒好有樂趣嘅，好有樂趣嘅。但係你係需要長時間去專注做一樣嘢先得到樂趣㗎嘛？咁但係都冇，你個人分心咗。你話喂唔係喎，我睇個短片、睇個 short、睇個 reels 都咁搞笑都 OK 啦，咁咪唔需要咯。係㗎，所以講真嘅，你而家上網睇或者行街睇都得啦。睇到啲人都係僆仔嘅，會同你玩掃毒啊，定同你睇 YouTube 打手遊啊？一個種短時間而獲得到嘅刺激感咧，係令我哋人會上癮嘅。係嘛？即係等於好簡單，你打手遊、睇 reels、睇 shorts、睇 YouTube，你會上癮。有幾多人翻學做功課做 past 又會上癮？冇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咪？有冇人翻工上癮？冇，除咗出糧嗰下之外，係咪？出糧嗰日可能會上癮嘅。所以其實究竟電影呢樣嘢存在，究竟會唔會有機會走到個盡頭咧？我冇記錯，人類嘅電影歷史其實都係100幾年嘅咋。所以有啲人話：喂，會唔會消失㗎？有乜出奇啫？會唔會由短篇電影咪由電影變成短篇電影咧？即係可能以後電影唔會再係100分鐘或者100幾分鐘啦，縮到30分鐘咧，或者20分鐘咧，變成一個 short movie 咧。電視劇都係㗎，而家內地冇興短劇嘅，係咪一集1個鐘頂唔順太長啦？同你2分鐘搞掂佢。3分鐘揀咗佢，同你斬開30集，係咪啊？或者可能將10分鐘一套即係10分鐘一集啦，斬開佢，斬到50-60集，變咗一套劇都得嘅喎。咁先會有追看性啊？點解咧？追看性咧，除咗個劇情之外咧，就係你個鋪排都要追看性，都可能短短地去下廁所啊、食下飯啊、碌下手機嘅時候睇晒，唔使太專心啊嘛。其實講真啦。而家人睇電視劇啊，60分鐘度都要飛住嚟睇嘅，邊度得閒同你即係60分鐘慢慢睇啊？係咪先？所以短劇呢樣嘢咧，即係捉到人個心喎。而家 YouTube 都係㗎 ，YouTube 嘅 video 咧，其實咧長影片雖然咧都係支持可以放廣告嘛，但係多人睇反而真係 shorts 㗎。因為點解？你睇 shorts 不停碌，你碌得好快，你會不停咁睇，你會上癮。但係
可能我呢啲10零分鐘嘅都還好啦，我呢個錄嘅 video，但係當係到40-50分鐘嘅政論節目嘅時候，或者啲好長篇大論嘅時候，你就唔會想睇啦。所以發覺到咧，好多 YouTube 咧，佢一係咧就10零分鐘搞掂，一係就好長落廣告，貨過廣告，10零分鐘就貨啲觀眾想睇嘅啫。所以我咧而家錄片都係嘅，大約10零分鐘到就算數啦，係咪？我今日眼瞓，可能10分鐘搞掂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呢個台雖然暫時冇咩人睇啦，咁但係將來你睇到嘅時候，都希望知道我用心良苦。就係點解我會拍咁短咧？唔係冇嘢講喎，唔係想即係慳皮喎，我係因為知道我哋觀眾10分鐘、8分鐘，希望睇到啲嘢，落到嘢就算數啦，係咪？唔好太長，係咪？輕輕鬆鬆，每日都有 keep 住有就得㗎啦。OK， 好。好眼瞓啦，希望聽日唔使希望，我聽日都會再繼續同大家開播嘅。咁希望唔係即時睇嘅朋友都唔緊要，希望到時你睇到我嘅時候都俾個 like 我、訂閱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，都係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因為我真係好想儲夠50個訂閱開播手機直播啊嚇，好冇？拜拜。